来台中丰原，昨日早起落大雨积大水，讲这个路面的积水，亲像海波浪，一波一波拍入去路边的店家。有铁头毛店无真久，才总算甲店内的积水冲清去。但是只要外口有车驶过，路面的积水就搁涌入去店内，有够气咯。 车一驶过，积水袂输海涌共款，一入路边的这个电头毛店，连门口乌托摆都被塞倒去。这个店门口的盆栽险险啊流去。电头毛店的业者惊出店外，看到乌托摆倒伫涂骹，真无奈，水共款搁溢入店内，一入内底水安尼一直溢入来，先扫袂了。 拜六变大雨，台中丰原这间电头毛店变成受灾户，业者伫店门口放真侪沙包，搁架一个玻璃拢帮，要入去要用海。在上班，然后可能好不容易清完一次水了，结果后来还要整个轰一次，整间包括连里面小房间全部都是水的时候，你那个心情真的很差。 唔啦，因的店积水尔，隔壁的早餐店嘛是拢积水，这水拢冲入店内。当时这间店要伫做生意，规间店拢是水，互因真困扰。 潮水踩蟑螂，是蟑螂比较严重了。因为排水沟淹满了嘛，所以蟑螂都爬上来了。附近的乡亲讲，这条巷啊，变啊落大雨就会淹水，上严重的时淹到大腿。虽然讲巷啊内设计已经有改良过啊，不过效果有限。因此望讲，附近一带排水问题，市政府会当赶紧解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